今日帶大家直擊由美聯物業聯同經絡按揭轉介舉行雲向記者會。市場反應就非常熱烈，得到呢個大幅嘅超額認購，咁啊都係加推咗單位咧，嚟滿足大家嘅需求。由永泰地產發展嘅雲向提供765個單位，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。政府大力發展嘅北部都會區，咁我相信個項目咧極具升值潛力。大家見到近日嗰個市場上嘅銀行咧都好積極呢個爭取按揭。咁同大家睇到啦，今日嗰一個 HIBOR 咧，咁佢都會有呢個水平。咁我哋資金流入咧，希望有機會個 HIBOR 咧就可能升兩厘咧，咁啊即係供樓係低過呢個3年咁嘅啦。咁我哋經絡按揭咧今日好高興啊，為雲向嘅買家咧做一個按揭置業嘅優惠。第一個按揭計劃咧就係全期 HIBOR 加點3，鎖息上限就係3.25%，最高可以做90%按揭，年期長達30年，有呢個高嘅現金回贈。第二個按揭計劃咧就係市場上而家好多人都會選擇嘅，就係呢個定息按揭計劃。咁可以選擇3年或者5年嘅定息啦，2.73厘，咁啊鎖息上限都係3.25%，亦都會提供一個銀行嘅高現金回贈。優惠期有限，越早查詢越着數，即刻揾我哋經絡按揭啦！